人同人之間啊要反台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原因啊，可能係上莊覺得你講得唔夠大聲啦，或者啲嘢太難做啦，咁所以你就決定反台。北美13州殖民地其實都諗咗好耐，應唔應該同英國反台啊？咁點解佢哋最後都係走上反抗嘅道路呢？其實當中咧有好多原因，亦都有好多非常之美式嘅操作。今日就講下美國獨立戰爭嘅第一槍。第一個係最重要，亦都係非常之符合人性嘅原因，就係為咗錢啦。英國為咗壓制佢嘅商業對手荷蘭，喺1651年通過咗航海法案，對北美13州殖民地實施商業保護主義。自1660年起，英國就有一個列舉商品嘅清單啊，明文規定殖民地生產嘅煙草啦、電青、蔗糖、稻米同埋蜜糖呢啲核心原料，淨係可以運去英國本土或者其他嘅英國殖民地嗰度賣。1664年更加限制殖民地入口其他歐洲國家嘅貨物，就算要入口都要經過英國本土去運送，令到殖民地人民啊買嘢嘅時候咧承受咗好高嘅運費，亦都要俾英國嘅中間人剝削。喺限制美洲殖民地做貿易嘅同時，英國亦都禁止佢哋製造鉬啦或者鐵器呢一啲高價值嘅產品，強迫佢哋買英國本土非常之貴嘅產品，亦都壓制咗美洲嘅本地工業生產。一個男人冇帶咧係非常之嚴重噶，咁點解美洲嘅人民又忍受得到呢？原來喺16世紀好大段時間，13州殖民地其實係好少受到英國嘅干預，可以俾佢哋自行發展。即使好多貿易嘅限制、工業嘅限制，佢哋亦都可以透過走私、黑市去解決。特別係喺羅拔華波同埋第一代紐卡素公爵湯馬士荷利斯嘅帶領之下，英國嘅國會有一個不成文嘅決定，叫做有益的忽視。講得簡單啲，只要殖民地對英國仲係保持忠誠，而且可以為佢哋嘅經濟作出貢獻，佢哋一般嚟講咧都唔會嚴格執行呢一啲貿易嘅法例。而13個殖民地入面都有佢哋自己嘅政府，有佢哋嘅總督、議會，經濟同埋政治上面都係相對自由。而且殖民地人嘅稅率咧係比較低㗎，例如麻省嘅納稅人每年淨係需要俾1先令，而英國嘅本土居民就每一年需要俾26先令。呢一個高度自治、美人治美嘅情況就受到一件事打破咗。呢個就係上一集講嘅英法7年戰爭。喺1763年，英國雖然花咗好大力氣打贏咗法國，但係就負擔咗龐大嘅債務，所以佢哋就決定將呢一個高昂嘅軍費轉嫁咗去北美13州殖民地嘅人身上。當時嘅英皇佐治3世同國會都決定改變長期以來呢一個有益的忽視政策，對佢哋收更加多嘅稅。喺嗰幾年入面，英國國會先後加咗好多個保護主義嘅法案，包括對殖民地人民買糖、油漆、報紙、印刷、紙張、玻璃、茶葉呢啲產品咧都收銷售稅。例如1765年頒布嘅印花稅法案，強行規定北美所有嘅法律文件一定要去官方嗰度買個印花稅票先至會有效。呢件事就引起咗殖民地人嘅爭議，佢哋抗議之下咧，最終喺1766年嘅3月廢除咗。但係之後英國國會就通過咗宣誓法，就話英國嘅國會咧係有權喺任何情況之下為殖民地立法。去到1773年嘅5月，國會又通過咗茶稅法，將茶葉貿易嘅專利權俾咗因為管理不善而喺全球貿易公司排名榜節節下跌嘅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而東印度公司亦都直接劈價銷售，直接打爛咗殖民地茶商嘅飯碗。英國嘅國會越立越多法，就令到殖民地嘅人心諗：咦，其實我有交稅嘅，點解我冇代表喺國會嗰度嘅呢？所以佢哋就提出咗一個冇代表就唔交稅嘅口號。唔少嘅美國人民開始想攞到更加多嘅地方自治權、基本人身保障嘅權利，所以佢哋開始組織咗一啲嘅殖民地居民組織，例如叫做自由之子嘅團體，就開始抵制英國嘅貨物。而另一個美洲人民想獨立嘅原因，就係喺7年戰爭之後，佢哋開始唔需要英國人嘅保護。喺1754年之前，佢哋成日咧其實係受到法國人啦或者係當地原住民嘅威脅，而為咗保護佢哋，英軍除咗派人駐守港口之外啊，亦都喺邊境地區起咗唔少嘅堡壘。但係隨住1763年英法簽署咗巴黎條約，美國人民就覺得自己嘅安全咧已經 OK 啦，唔再需要英國嘅軍隊保護，亦都係加快佢哋反台嘅原因之一。另一條北美殖民地人民唔中意嘅法案就係1763年佐治3世頒布嘅限制西進法令。呢條法
法律禁止佢哋跨過阿帕拉奇沙漠向西邊拓荒。呢個政策原本係諗住俾原住民一定程度嘅保護，嚟到安撫當地嘅原住民，減少雙方嘅流血衝突。但係另一邊亦都限制咗一啲美洲本來大地主嘅利益，例如華盛頓本人呢，就係有一個大農場，佢亦都好想向西邊拓展。咁所以有好多人係無視呢一個皇室嘅禁令，繼續向西邊開墾去到俄亥俄谷地。但對原住民嚟講啊，其實咧佢哋大部分都係支持英國呢一條法令，所以喺後來獨立戰爭嘅時候，佢哋好多時候都會選擇幫助英軍對殖民地人民嘅定居點發動襲擊。而最後嘅一個原因就係13州殖民地人已經有一個北美嘅身份認同，去到1770年代13殖民地嘅人口已經多到250萬，而且佢哋嘅背景係非常之多元，有啲喺北美出世噶啦，有啲係移民第2或者第3代，佢哋嘅祖先多數都係由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法國、德國呢啲歐洲地方移民到嚟呢一度，加上佢哋嘅生活作息、文化習慣同英國都係好唔同，而地理上同倫敦又係非常之遙遠，對英國嘅皇室亦都冇情感連結，所以慢慢佢哋就發展咗一套同英國唔同嘅身份認同。去到後來獨立戰爭爆發，組織咗大陸軍，唔少嘅民兵都由唔同嘅州份嚟到戰場嗰一度，呢種打破省份嘅界線，令到佢哋凝聚咗一種叫做美利堅人嘅身份認同，亦即係後來講嘅美國人啦。咁呢一班後來嘅美國人點樣同英國政府慢慢衝突去到戰爭呢？咁就要由1770年嘅波士頓屠殺講起。喺1770年之前，波士頓有一個抵制英國貨物嘅運動，而且佢哋嘅情緒係相當高漲，喺英國眼中係游走喺失控嘅邊緣。所以1768年，英國嘅國王佐治3世就決定直接派部隊去到波士頓維持秩序。呢一班紅衣軍嚟到冇降到火不特止啊，反而經常同當地嘅市民口角，摩擦亦都越嚟越多。去到1770年嘅3月5號夜晚，最終就要開槍啦。當晚有一班唔滿意紅衣軍嘅市民喺金街嘅海關大樓外面集結，包圍亦都恐嚇呢啲站哨嘅英軍哨兵。冇幾耐啊，有啲憤怒嘅民眾更加向呢啲哨兵掉雪球，而據英軍所講，呢一啲雪球入面咧係塞咗啲石仔喺度噶。面對住情況越嚟越惡化，哨兵就決定 call 支援，叫咗29軍團嘅部隊嚟到。喺大家互相你鬧我，我鬧你，亦都你推我往嘅情況之下，有9個嘅英國常備軍士兵開槍射擊。當衝突過咗之後，現場留低嘅淨係得翻一啲重傷嘅平民。當晚有3人係中彈身亡，另外有8人受傷，有2個人因為傷勢過重喺幾日之後死亡。呢一單波士頓屠殺事件就俾反英陣營轉化成為一場政治嘅宣傳口水戰，用嚟激發唔同州份嘅反英情緒。當中比較重要嘅有保羅列維爾，佢喺幾日之後已經大量印製一張叫做《金街發生的血腥屠殺》嘅銅版畫，喺殖民地唔同地方周圍派。而英國為咗平息殖民地人民嘅怒火，英國嘅國會被迫宣布廢除湯森法案入面大部分嘅進口稅，但係咧就保留咗茶葉稅，亦都為日後嘅倒茶事件留下咗禍根。而另一件殖民地同英軍發生衝突嘅事件就發生咗喺羅德島。喺7年戰爭過後，英國因為財政受壓，喺收緊貿易管制之餘，亦都要嚴打走私。而羅德島就係一個走私嘅熱點，經常都有好多船進出納拉金西特灣，而為咗打擊喺灣入面嘅走私活動，英國亦都派咗皇家海軍緝私艦加斯佩號喺度進駐，由中尉威廉達丁斯頓指揮。達丁斯頓嘅執法咧係非常之嚴苛，而且亦都成日借啲以沒收平民嘅財物，破壞咗地方嘅經濟。羅德島嘅總督約瑟夫曼頓一早睇佢唔順眼，試過帶同民兵要求佢攞呢個執法嘅授權，但係咧達斯丁頓就唔理佢，雙方亦都試過武裝交火。去到1772年6月9號，加斯佩號就喺海面上面追擊一艘商船漢拿號，而漢拿號為咗保住啲貨，就刻意引導加斯佩號嚟到沙灘淺水區。漢拿號嘅船底咧係比較平噶，所以佢就順利通過。但係加斯佩號食水比較深，所以就擱淺咗。當地嘅民兵組織普羅維斯登民兵同埋其他商人就覺得係一個復卓嘅好機會啦。嗰晚佢哋首先喺薩賓酒館嗰度商量大計，去到深夜時分，幾十個民兵摸黑嚟到加斯佩號附近。
其中民兵有一個18歲嘅僆仔巴克林就開槍射傷咗達斯丁頓，之後其他人就強行登船，沒收咗艦上面嘅官方文件，亦都俘虜咗佢哋全體船員，去到最後更加放火燒咗成艘軍艦添。國王佐治三世當然係非常之嬲啦，認為係對皇室權威嘅直接挑戰，而英國國會亦都成立咗加斯佩號委員會，諗住調查一下，威脅用最重嘅叛國罪去將呢一啲人引渡到英國受審。後來亦都通過咗船澳法案，規定邊一個燒英國嘅艦隻就要去到英國受審。但係成班殖民地嘅人，由總督去到商人都冇人想幫手。喺佢哋通通不合作之下，呢個委員會經過10個月之後呢，就宣告失敗，冇一個人呢係俾人捉，亦都冇一個人係俾人引渡到英國。鏡頭又轉一轉去翻波士頓，經過1770年嘅波士頓屠殺事件之後啊，湯辛法案入面大部分嘅進口稅，例如紙張、玻璃、油漆等等，已經係取消咗噶啦。但係英國嘅首相洛斯芬爵為咗彰顯大英帝國有權利向殖民地徵稅呢一件事，所以就保留咗茶葉稅，結果就埋咗呢個衝突嘅種子。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你要繼續收我稅，殖民地嘅人呢就走私大量非常之平嘅荷蘭茶葉，而英國又為咗拯救陷入財政危機嘅東印度公司，國會喺1773年通過咗茶葉法案，批准東印度公司直接將英國嘅茶葉低價傾銷到去北美，企圖打擊走私。茶葉法案喺傳翻去殖民地之後，引起咗好大嘅反彈，茶葉商人同埋走私商人嘅利益受到損害，佢哋當然會走出嚟反對啦。但係其他反英分子亦都將呢一個茶葉法案視為英國政府對佢哋進一步控制嘅徵稅陷阱，所以以一個叫做自由之子嘅組織為首，佢哋再一次反對英國嘅呢一個茶葉法案。喺1773年嘅9月同埋10月，東印度公司就派出咗7艘嘅運茶船，總共有接近60萬磅，夾埋有2000幾箱嘅茶葉，向殖民地出發，打算傾銷呢啲茶葉。其中有4艘係去波士頓嘅，然之後紐約、費城、查爾斯頓各有1艘。喺紐約、費城同查爾斯頓動員咗大量嘅殖民地人民，成功逼到當地嘅茶葉買辦辭職。例如喺查爾斯頓，本應要收貨嘅買辦喺12月初就被逼辭職，冇人認領嘅茶葉就只可以由海關官員接管住。而費城嘅買辦亦都因為全數辭職，茶船嘅船長同群眾對峙之後，決定將原箱嘅貨物帶翻去英國。而紐約嘅情況亦都係一樣，但係呢一種以不合作運動為主嘅策略，去到波士頓就撞板啦。英國嘅波士頓皇家總督克捷臣決定硬上啊，佢說服當地嘅茶葉買辦唔好向群眾讓步，但係咧有2個咧其實係佢嘅親生仔嚟嘅。而3艘東印度公司嘅賣茶船達特茅斯號、埃利諾號同埋海尼號先後去到波士頓港。根據英國法律，呢3艘船需要喺抵港之後20日落貨，亦都要俾清關稅。如果唔係海關官員呢，就有權強收貨物，而且強行落貨。喺波士頓嘅自由之子領導人 Samuel Adams 就號召成千上萬嘅群眾封鎖港口，亦都要求呢3艘船嘅船長翻英國唔好落貨。而 Samuel Adams 亦都派咗25個民兵喺度睇住隻船，以防茶葉被偷運上岸。去到12月16號嘅夜晚，殖民地人同總督克捷臣嘅談判破裂，一班自由之子嘅民兵就偽裝成為印第安人，喺幾百個當地人陪同之下潛入咗呢3艘嘅茶船。佢哋先用工具鑿開咗啲茶箱，再完完整整將342箱茶葉全部倒入波士頓港口入面。如果你想知道當晚波士頓港口嘅混合茶係咩味嘅話呢，你可以按照東印度公司嘅損失清單去試下㗎。佢哋當晚被摧毀嘅茶葉總重量係高達96,596磅，其中有240箱係兒母茶，其他嘅有松蘿茶、希春茶、功夫茶同埋小種紅茶。有時間我都會溝佢睇係咩味嘅。呢個茶葉被射落海嘅消息喺1774年1月翻到去倫敦，國王佐治3世毫無懸念係大嬲啊！而當時駐守喺波士頓港嘅英軍宗教亞歷山大萊斯利亦都喺報告裏面講，寬容已經冇辦法解決問題，暴民統治咗一切。為咗懲罰呢一班英國口中嘅暴民，喺1774年嘅2月，英國宣判呢一種集體共謀倒茶落海嘅行為係觸犯咗叛國嘅重罪。為咗報復同埋逼殖民地賠償呢一啲經濟損失，喺1774年英國國會通過咗一系列嘅強制法案，而呢一種法案喺美洲係被稱為不可容忍法案。
第一條就係波士頓港口法案，法例規定自1774年6月1號起，任何人都唔可以喺麻省同埋波士頓港口任何嘅碼頭或者海岸度落貨、上貨或者運輸。皇家海軍會實施武裝封鎖，令到其他省份嘅貨物或者外國嚟嘅糧食物資都入唔到波士頓嘅市區。法例要求波士頓人完全賠償呢啲茶葉嘅損失之後，港口先至可以重開。第二條法案就係麻省政府法案，英國皇室改變咗麻省灣嘅皇室特許狀，終止咗呢一啲民選議會嘅自治權，將殖民地嘅自治改由為英國皇室嘅直接統治。北美殖民地人民已經唔可以喺嗰度自己選領袖、自己執行司法，變相係另一種高壓統治。為咗實施呢一啲法例，英國亦都派咗軍人湯馬士蓋奇成為軍事總督，帶埋一大班嘅紅衫英軍入到波士頓入面實施戒嚴管制。為咗方便呢一班軍人嘅食宿，佢哋亦都通過咗強制留宿軍隊法，規定殖民地人要喺自己屋企接待呢一班英軍士兵，為佢哋提供食宿服務。另外，國會亦都立咗司法行政法，規定英國嘅官員或者士兵喺當地涉及刑事事件，例如謀殺案嘅時候，會享有司法豁免權。講得簡單啲，即係呢班英軍係冇網管嘅。雖然呢一啲報復性嘅法案大部分都係針對波士頓，但係咁離譜嘅法例令到其他殖民地嘅人民都係睇唔過眼。最終佢哋喺1774年9月5號決定開第一次大陸會議，傾下點樣反抗英國。喺第一次大陸會議裏面，除咗佐治亞殖民地之外，其餘12個殖民地代表亦都喺費城會面。與會嘅代表包括咗 Samuel Adams 或者係華盛頓呢一啲外國嘅領袖，佢哋開頭咧係向英皇宣誓效忠，而且將矛頭指向咗英國嘅內閣，就話佢哋自1763年就不停奴役殖民地，亦都控訴咗好多唔公義嘅行為。之後佢哋就通過咗好多反制嘅措施，例如沙福克決議。大會喺9月17號通過咗沙福克決議，鼓勵各個殖民地秘密囤積武器彈藥同埋物資，亦都要全面抵制英貨。同一時間亦都發表咗權利宣言，講明英國如果唔撤銷強制法案，殖民地就會武裝反抗。而去到10月20號，大陸會議亦都簽署咗大陸協定，建立不進口、不消費、不出貨嘅聯合經濟制裁行動，要求所有殖民地自12月1號起全面禁止嚟自英國、愛爾蘭嘅貨物，亦都唔可以入口東印度公司嘅茶葉，同埋嚟自其他英國殖民地嘅奴隸貿易。除咗同英國反台之外，大陸會議亦都有規管殖民地人民嘅法案，例如大會規定殖民地人民都要節儉同埋支持本土工業，禁止賽馬、賭博、鬥雞或者睇一啲昂貴嘅戲劇、娛樂節目等等，要着一啲簡樸嘅服飾，喪禮亦都要從簡，以免浪費。另外，大會亦都授權各個州、郡、市、鎮選出嚟嘅地方民意代表，可以檢查海關記錄同埋監察居民嘅日常行為。如果有人違反咗抵制嘅條約，經過委員會多數同意之後，就會將嗰一個人個名公諸於世啊，譴責佢哋成為美利堅自由之敵，更加要其他居民強制斷絕同佢一切嘅商業同埋社交往來，可以話係一個斷六親嘅規定。第一次大陸會議令到12個殖民地嘅人由原本各自為政嘅狀態變成一個結盟，而喺會議上面亦都確立咗愛國者 Patriots 呢一個字，亦都開始逼一般人站邊，而一啲有參與嘅領袖開始喺地方度囤積武器，建立防線，為即將而嚟嘅武裝衝突做好準備。期待已久嘅美國獨立第一槍即將打響。1775年嘅4月19號，北美英軍總司令 Thomas Gates 派咗幾個正規軍步兵軍團由波士頓出發，準備前往列克星頓，拘捕當地一個反英嘅愛國者領袖 Samuel Adams 同埋 John Hancock， 然之後就會去到科拉德摧毀民兵喺當地囤積嘅武器。但係英軍嘅動靜就俾民兵組織分中人嘅哨兵發現到，佢哋連夜騎馬去到唔同嘅村鎮通報，話俾佢哋知英軍嚟緊啦！喺4月19號嘅朝頭早5點鐘，個天啱啱先光嘅啫。大概80個嘅列克星頓分中人民兵由 John Parker 帶領，已經喺廣場上面等待英軍嚟到。而英軍嘅約翰少校亦都帶咗先頭部隊，大概200至300人去到廣場。由於 John Parker 知道自己處於人數劣勢，所以佢下令分中人民兵堅守陣地，唔好率先開槍，除非受到攻擊啦。如果唔係咧，就唔好開槍啦。之後有一個英軍軍官要求佢哋
哋就地解散。咁 Parker 亦都聽話下令部下散開。就喺民兵散開緊嘅時候，唔知邊一度突然之間開咗一槍。嚟到而家咧，歷史學家都唔知道呢一槍究竟係由邊一個陣營啊，定係圍觀嘅民眾而開噶。但係就係呢一槍改變咗美國嘅歷史。槍聲一響，原本已經好緊張嘅英軍士兵喺冇命令之下，自己組織咗排槍射擊同埋刺刀衝鋒。雖然呢一場衝突好短暫，亦都只係得分鐘人8個民兵死亡，而英軍只係得1個人受咗輕傷嘅啫。但係成場戰爭就打響咗，而英軍亦都向住康科德方向進發。喺朝頭早7點至8點鐘，英軍嘅主力部隊已經去到康科德，佢哋嘅主要目的係揾民兵嘅武器、大炮同埋彈藥。雖然佢哋揾唔到大量嘅物資，但係就揾到一啲炮架同埋帳篷，亦都開始燒咗佢哋。但係一早撤離咗嘅幾百個民兵喺附近嘅高地見到個鎮着火，冒出咗濃煙，佢哋就以為英軍喺度燒緊佢哋屋企，所以當地嘅指揮官詹姆斯上校就下令民兵向鎮守喺北橋附近嘅英軍步兵推進。當民兵嚟到嘅時候，英軍好緊張咁樣開槍射殺咗2個民兵。見到有隊友中槍啊，帶頭嘅約翰少校就大叫：睇在上帝嘅份上，開槍啊同袍們，我哋要開槍啦！呢一次亦都係美國民兵第一次向英軍開火，成功擊斃咗幾個英軍，逼佢哋由北橋撤退。聽到槍聲之後，喺列克星頓同埋康科德附近嘅民兵開始源源不絕咁樣嚟到。英軍知道自己即將俾人包圍，所以咧就下令部隊趕翻去波士頓。但係就喺呢個回程嘅途中，趕過嚟嘅民兵冇用歐洲傳統嘅排槍陣型，反而用咗地形嘅優勢，喺唔同嘅樹林、石牆、房屋後面向住英軍放冷槍。英軍嘅部隊喺漫長嘅戰線裏面即將崩潰。去到下晝2點半，由 Hugh Percy 伯爵帶領嘅1000人後備部隊嚟到掩護佢哋，呢一班中伏嘅英軍先至入得翻波士頓。然之後民兵亦都包圍咗波士頓，美國嘅獨立戰爭全面爆發。因應戰爭嘅爆發，英國國王佐治3世喺1775年8月23號發表咗鎮壓叛亂與煽動文告，話呢一班民兵犯下咗叛國重罪。但係人哋都攞得起支槍啦，仲理得你犯咩罪啊？而殖民地人民亦都開始組織大陸軍，諗住同英軍長期對抗。Free audio post production by alphonic.com